Good morning，大家好，早晨，早晨。今日插播咗條短視頻，就係我哋估一下，到底我哋嘅美國總統川普佢要宣布點樣嘅呢個重大消息。實際上，好多人都應該估得到，佢肯定就係要同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斷交，或者係講佢冇斷交，佢就同呢個中華民國建交，就睇你自己中國大陸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。所以講，川普肯定喺呢幾日就要宣布嘅呢個，我個人嘅估計就係要重新承認中華民國嘅合法地位。第二個呢，已經通過喺聯合國上面嘅美方代表已經係闡明啦，2758呢個決議係冇涉及台灣嘅國際地位。現在美國實質上已經係同中華民國台灣係有外交關係，只不過個大陸冇肯承認呢個事實，但係台灣喺全世界已經係有好多嘅國家係同佢有外交關係嘅，所以我哋一起嚟睇到底川普總統要宣布嘅重大信息係咪係呢個？多謝大家，祝你有個美好嘅週末時光，拜拜。